下游的哦，下游的文旦，下游的文旦也不会输给麻豆呢哈。下游文旦也这么好。与麻豆同源。心量大事不嫌小道，我们的心量大事就是不嫌小道不做。文旦麻豆文旦，老丛的老树的老树的老长的文旦呢。心中不行你心中行就真空了就变真空了。那么恰是凡人自称口碗，凡人自称口碗不会变口碗终不可得那假如是这样的话挥舞弟子已经走偏了中路在收空心都不走不进入真空所以不是六祖的弟子。三真树何名般若？般若者唐言智慧，那个唐言就是我们中文已经有这么多文旦了。中文叫做智慧。采文旦都要像抱小孩很细，很专心，很小心不能用力呢。